来，这个米其林的指南来公布着2022台北、台中、台南甲高雄必比登推介的名单。台南有27间的店来入选，其中府城食府这间店入选的蚵仔煎引发着热烈的讨论，因为米其林选用的这个蚵仔煎的相片是这个蚵仔直接都铺伫个卵面顶，讲这一点拢无像蚵仔煎。甲青蚵仔下落去煎台，卡一粒卵，佮加淡薄豆菜含菜丝，一捆酥酥脆脆蚵仔煎就煎好啊！所以人酱汁芳上岛，台湾人上爱食点心，即马嘛看起嚟必比登。米其林指南公布台南27间推荐的美食内底，其中蚵仔煎红选作是府城食府的代表菜。不过真少甲看一张相片，蚵仔铺伫咧顶面，看起来哪敢若淡薄怪怪。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法式的台式生蚝煎蛋佐红酱，很像蚵仔口味的食物而已。相片内底蚵仔煎和大家普通时啊食到的清茶甲收济，大家拢讨论甲嚟不服。不过实在找到当事业者，回回讲这是贵相片。这个是在2014年。交通部有办一个团餐，就是一个示意嘛，他把那个蚵仔放在上面，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蚵仔煎就是有这样满满的蚵仔。导致做一摆互咱看，干卵煎甲两边恰恰，过来倒粉浆，随来甲杀好的蚵仔铺伫咧煎卵顶淋酱汁。这种蚵仔煎含传统的做法，确实有影无同。不过业者就讲，平常时也袂安尼做，无想讲一张相片会引起这么多讨论。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